尝尝正义的制裁吧。你的确战力不俗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天选之子。虽说有些莽撞愚钝，但你今后成为我的队友，多加历练，定能有所感悟提高。队友？哦，原来你想成为我的右护法呀！右护？你志向高远，可惜实力上还有那么一点点菜。所以，就算了吧。但是呢，也不要灰心哟，继续努力，加油！陆航，这也帅了！伊犁，陆航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你不菜，你很牛掰。